第一学上，下性别的族群会当透过食荷尔蒙等等的方式来医护身体健康，也有帮助自我的性别认同。不过，即马瑞典就烦恼讲，这药啊或者是手术，可能会有一寡副作用，或者是对青少年的身心状况有无好的影响。所以，瑞典是已经禁止青少年进行部分性别的治疗。不过，下性别的团体就认为讲，用全面禁止的方式。其实，这青少年更加需要的是充分的医疗管道，也有合格的专业人员。北欧的国家瑞典是推动 LGBTQ 权益带头的国家之一，唔但接纳多元性别认同，也准跨性别族群做无共程度的治疗。不过，伫去年12月，瑞典政府通过一项新规定，禁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进行年房组织切除手术，也有荷尔蒙治疗。瑞典国家健康福利委员会讲，即马也无法度知影长期使用荷尔蒙药物会有甚物影响。有一部纪录片就讲，一位跨性别的青少年伫咧使用青春期阻断剂，减慢第二性征的发育，使其得到骨质疏松症。A lot of research does show that around 70–80% of this group who identify as the opposite gender when they grow up will, after puberty, re-identify in their born gender. 政府的资料也显示，自1998年到2021年之间，瑞典1000万人口内面，差不多8900人有性别认同的障碍。跟那2021年就增加822个案，其中上多是13到17岁青少年。以下研究也发现，真侪性别认同障碍患者，同时也有注意力无够过动症、食物件的障碍，或者是自闭症。伫瑞典真有名的卡罗林斯卡大学边有注意到这种情形，所以伫咧2021年就制定国家严格的荷尔蒙治疗标准。We know that untreated gender dysphoria, in the worst case, can lead to suicide. If for some individuals you might need tim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you want some form of gender affirming care or not, that is time that obviously should be given to you. 不过，跨性别族群是对这项新规定感到担心，因认为跨性别人口数量增加，是因为社会变做更加开放，所以政府无应该夺走跨性别青少年的选择权。公司新闻，两岸编译。